主要2025年10月初4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和合相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26章第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6章。第11年某一月的初一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因为太尼人向耶路撒冷讲，哈哈，迄个甲万国做无益的城已经毁坏啦，生理拢变做阮的啦，伊要衰微，阮要繁荣。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太尼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调集列国，互因亲像海涌举起来攻打你，因要毁坏你的城墙，拆毁你的城楼。我嘛要甲所有的土拢白清去，剩光骨的石盘。海中的太尼要变做曝希望的所在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伊要成做列国的纳物，伊周围城镇的居民要互刀剑杀死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调列国的王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带领战马、战车、马兵，对北方来攻打太尼。你周围城镇的居民嘛拢要受遭灭，对着要做土堆起关台，举盾牌攻打你。伊要用弄城的锤攻破你的城墙，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。伊大群战马架起来的土粉要甲你惹砍，伊的马兵甲战车发出的声，互你的城墙震动。伊要入你的城门，亲像人对破隙的城墙入去。伊的马兵要吞踏你的大街小巷，用刀剑杀死你的人民。你的神庙坚固的大柱要倒伫涂骹，对着要抢你的财宝，夺你的器皿，车倒你的城墙，拆毁你水的厝摕，甲石头、柴、土拢撒落海。我要互你袂当阁唱歌，人袂当阁听见你弹琴的声。我要互你变做光骨的石盘，做曝希望的所在，你无可能阁重建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至悬的上主阁对太尼讲：你的人民受屠杀、受伤、害惨的时，沿海的居民减袂因为听见你倒坏的消息，惊甲皮皮喘。沿海国家的君王拢要离开因的座位，甲王炮、甲绣花的衫脱起来，坐伫涂骹，一直惊吓、摇喘。你的结局，互因拢硬去。因要为你唱哀歌啊！你这个出名的城，现在竟然灭亡啦！你要称霸海上，你甲你的人民，要互所有住伫沿海的人惊吓。你受毁灭迄日，海岛要摇喘，住伫遐的人，拢要因为你的消灭惊吓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互你荒废，亲像无人徛起的城。我要用深渊的水掩盖你，用大水淹没你。我要互你甲落深坑的人做伙落去古早死去的人遐。我要互你甲落深坑的人住伫地深古早就荒废的所在。你袂当搁伫人间典位。我要互你拄着恐怖的结局，你无搁存在，人要找你，永远找袂到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
和睦相依。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时，泰尼的居民并无流露出哀泣之情，反倒欢喜快乐，大声喊讲：哈哈！迄个甲万国做无益的城已经毁坏啦，生理拢变做阮的啦。伊要衰微，阮要繁荣，因为泰尼的骄傲。先知以西结有言，上帝对伊的审判。泰尼人的反应，通讲是一种反射动作。对因来讲，伫生理场减少一个竞争对手，代表家己的市占率通搁较大，通得到搁较侪的利益，并且通提高家己甲买家谈判的筹码。不过，泰尼人袂记得耶路撒冷无搁再是因的竞争对手，并毋是伊家己投资失败，是被巴比伦这个外力介入所致。泰尼人无想到的是，巴比伦攻灭耶路撒冷了后，无可能就伫泰尼的门口停手。必定用倒顶年间姿势顺手攻占这个城。拥有优良港口的泰尼人检采掠做，伫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统治之下，泰尼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发展。殊不知，巴比伦帝国境内也有其他港口通取代泰尼。先知宣告上帝的话。指出，泰尼将要对繁荣的上港变成渔民拍网仔的所在。和睦相依是一个简单的道理。若无喙唇的保护，喙齿也真紧会受危害。可惜，泰尼人毋捌这个道理。1990年代，日本三菱重工业甲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技术合作，以 F-16战机做基础研发 F-2战斗机，并伫2000年在青松关山地基地成军。一台 F-2战机造价高达120亿日元，大约台币34亿3400万，堪称有史以来上介贵的战斗机。为虾米日本要开遮济金钱来发展军备？当然是要防备民军的专制政权扩张，避免严重的后果。其实，日本也毋简单寻求甲美国合作。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伫2021年捌讲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。这句话显示，台湾海峡的安全甲日本是息息相关，就亲像喙唇、喙齿、命运是共同体。今仔日的经文带来一撮提醒，除了关心国际的合唱联欢之外，也着关注身躯边的处境。的确，毋通遵着个人扫家己厝门前的雪，莫管别人厝叶顶的霜雪，即款自私的心态。咱若放大眼界，会搁较清楚看到家己是社区的一份子。社区中若有一个人受苦，可能会直接也是间接影响咱的安宁。与其最后爱付出惨痛代价，不如伫影响还未真大的时，就将安全网的缺口补起来。咱也通进一步思考，面对这场的同事、学校的同学，咱是将因看作是竞争对手，还是通互相帮衬的伙伴呢？
像是咱需要结交的朋友，咱愿意甲人做伙面对困难，牵手合作无？默想，我会对身躯边遭遇不幸的人相随善言，笑人拄着灾祸无？也是愿意甲伊同甘共苦，互相扶持，做伙克服眼前的困境咧。我会对身躯边遭遇不幸的人相随善言，笑人拄着灾祸无？也是愿意甲伊同甘共苦，互相扶持，做伙克服眼前的困境咧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求你赐我怜悯的心，互我会当关怀身躯边拄好面临困难的人，甲人彼此相疼，扶持有需要的人。求你互我谦卑顺服你，毋是骄傲远离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